姊妹平安，平安！哇！伫这种风雨天，咱会当到上帝圣殿，哇，实在是真奇妙哦哈！所以咱就要用着听的心，咱定义要来敬拜俄罗这位主哦。准备好咱的心来敬拜咱的主吗？好，咱就请起立啊！安尼较有气力咯。啊，你请咱的女敬敬拜咱的主，咱的心就愈热咯，咱的身躯嘛愈热咯，真快乐的日咯。来，真快乐的日，但今我要来学老主。真快乐的日，我要来为主活。真快乐的日，万事跌靠会显通，那今我靠上帝所应允为主活。快乐一遍哦，来，请。真快乐的日，那今我要来学老主。真快乐的日，我要来为主活。真快乐的日，万事跌靠会显通，那今我靠上帝所应允为主活。兄弟姊妹，这首歌调啊较悬，但是无要紧哦。咱用咱的手来学了咱的主，因为伊是至悬至大的。咱开车也是用拍破咱的声，来2、3，唱。真快乐的日，那今我要来学老主。真快乐的日，我要来为主活。真快乐的日，万事跌靠会显通，那今我靠上帝所应允为主活。兄弟姊妹，咱会发现有当时咱的心实在是快乐袂起来，对无？啊，看到这个天气，看到这个股市，看到这个环境，看到真侪人的分析，看到这世代，尤其是国际，哇，这个敢若战争，一直感觉敢若直要到，咱要哪快乐起来？兄弟姊妹，敢若这首新的歌，咱定义要快乐。咱哪唱哪就哪快乐哦，咱哪唱就哪来哪挖滚这个上大上悬的这位主，啊，咱的看法就无同哦，咱就真正会当快乐，咱日日拢是真快乐的日咯，哈，咱搁唱2遍好无？因为咱要来学了咱主为主来活，咱万事就要亨通，咱开始哦，来。真快乐的日，那今我要来学老主。快乐的日，我要来为主活。真快乐的日，万事跌靠会显通，那今我靠上帝所应允为主活。上尾一遍，搁来，真快乐的日，真快乐的日，那今我要来学老主。真快乐的日，我要来为主活。真快乐的日，万事跌靠会显通，那今我靠上帝所应允为主活。哇，咱来用咱掌声归因讲，互咱的主，咱就要来感谢家人做，咱三个来读上帝话，请上主做王，大地就快乐，境海岛甲欢喜，木云甲黑暗伊伫四围，公义甲正直是伊保守的地基。这世代就敢若这诗歌讲的，可能昏雨，尤其今仔日佫落大雨、风台雨，咱敢若去扫着风台马，嘛毋是马边缘啦吼。兄弟姊妹，咱的生活中敢毋是安尼？风台毋是咱
咱毋是暴风圈，总是咱会定定去扫到这个风台的边缘啊。总是咱的主，互咱上好的根基，就是伊是公义甲正直的。因为这项代志，咱就安啦，真正安，除非咱嘛做歹恶毒，无咱真正安，因为伊是公义的哦。好，咱继续来宣告上帝的话，请天宣布伊的公义，列邦看见伊的荣光，所有实在雕刻的偶像，用虚假的生命来夸口的人，拢会见效失败。正生命啊，恁拢着敬拜上主。咱若是掠别项比上帝较大，咱若掠别项比上帝较重要，安尼咱真正就是拜偶像啊！拜咱心中感觉上重要迄位，咱爱来认罪，咱来学了咱的主，伊互咱赦罪，互咱有当重新开始，救赎咱、医治咱，互咱有伊的恩赐、伊的恩惠。咱三个来感谢，嘛来认罪。咱三个来，1、2、3，请！哈利路亚！主，我感谢你，主啊，你是一位创造宇宙万物的主，主啊，你阁是互阮照你的形象所造的，主啊，你讲这一切拢是美好，总是啥那阮今仔日有美好，主啊，实在是因为阮离开了你，主啊，互阮的一生，主啊，互阮的心愿就乱草草，主啊，阮感谢你，我一遍用你的话语讲，主啊，阮若是转来，阮若归附伫你的救恩，主啊，你就袂甲阮一地，你甲阮好。因为你是一位好好，佮互阮一遍机会，主，阮感谢你，主，阮感谢你，你创造一切拢遮尔美好，总是阮来感觉到，毋是美好的事。阮是按照你美好的形象所创造的，总是阮的生活哪会感觉毋是遐美好？实在是因为阮离开了你，主，你用你的听甲管教，互阮归往伫你。互阮行伫主你的正道，互阮会当搁来领受上帝你的祝福。感谢你，互阮搁一遍新的机会，因为阮有一个新的礼拜，新的礼拜早起，阮就来到你的面前。祝阮愿阮的一生来当来荣耀主你的圣名。祝阮来恳求感谢，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请坐。咱的主关心咱，要透帮咱，要医治咱，所以。伊伫这世间，伊做啥物代志？伊应允咱，咱嘛要甲伊做同款的代志，甚至咱要靠伊的名，要做比伊搁较大的代志。咱三个来读上帝话，请耶稣行头周围所有城市甲庄稼，伫因的会堂甲世人，传天国的福音，医好逐款的镜头甲疼痛。兄弟姊妹，镜头甲疼痛是啥物？我想真侪人拢体会，咱的主关心咱，而且有大权能要医治咱，恢复咱伫咱各方面全方位。只要咱甲主的关系是对的，一切就会顺。所以咱刚好，咱伫这个时，若是你有感觉真无顺的，愿意甲你的身躯、你的心性、你的灵魂交代伫主的面前，恳求上帝来恢复、来医治，互你敢若亲像当初主所创造你的美好的。你若有需要有咱的牧者，还是咱的长老为你祈祷，请你会当起立。你若是感觉我甲主来祈祷就会使。你会使甲你的手放伫你需要互主来医治、恢复的所在，好无？请兄弟姊妹，咱凭着信心，咱大声来到主的面前，恳求主来带领医治甲扶持。1、2、3，请兄弟姊妹，若需要，请你起立；若有需要人带倒的，请你会当起立。哈利路亚！主，阮感谢你，主啊，你的信心伫这个所在，主啊，你的灵教，主啊，伫你的兄弟姊妹，主啊，你所听的囝儿的身躯的身上，主你的医治要灵教，主啊，你的信心互阮就顺了，主啊，阮的一生真侪无顺的所在，特别是阮得罪你的所在，主，我们恳求你信心，主啊，除去阮遐无顺服，主啊，阮无顺的。
无顺谈的所在。主啊，愿阮的一生拢主你来掌管。主，阮感谢你，因为你是万王的王，你是万主的主。主啊，把将阮的国家、阮的教会仰望伫你的手中。主啊，阮知你是第一大的。主啊，你是阮的主。主，阮感谢。主，阮感谢你。主啊，阮奉你的名来到主你的宝座前。主啊，阮要来宣告，主你是阮一生中上重要的倚靠，你嘛是阮一生中上大的祝福。主啊，阮知阮伫患难中，阮犹原要来学乐。主啊，阮要伫足侪的问题中间，主，阮知你有迄个重要的答案。主啊，你要互阮伫绝望中有盼望。主，是因为你是一位听阮的主，你阁是全能。主，你全知，你全在，你甲阮一直拢对斗阵，对过去、现在到永远。主啊，你是赐阮平安、充满阮的主。主，阮有大盼望，是因为你伫阮的心中，你伫阮的性命，你来掌管，你来恢复，你来医治。主啊，你互阮甲你甲人来和好。主，你来引带阮头前的路。主，阮感谢阿乐，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今日姊妹继续，咱要为主日来祈祷。今仔日咱有上帝话伫咱的中间咯，咱三角来读，请起厝师傅的上主圣殿地基的时。这时，请礼服文阿伯、阿萨的后代利人哈罗，拢照以色列王大卫的规定，称赞上主。对，定心第二圣殿今仔日，咱一直咧讲第二个圣殿，要搁定心来去，因为第一个圣殿，因为得罪上帝，废无去了后，答应定心要开始，要安怎敬拜主。按照次序，按照代笔的次序。兄弟姊妹，今仔日咱嘛有足侪主的同工伫遮带领咱来敬拜，咱嘛是按照次序哦。咱的次序其实是拢合主的旨意，所谓的礼拜学伫咱的中间。咱按照安尼一步一步，将咱的心来拍开。咱要做啥物？咱来读下骹的经文来请。因有了像有的河。俄勒感谢上主，讲上主至善，因对以色列的慈爱煞到永远。因称赞上主的时，众人大声喊，因为上主圣殿的地基已经下好势。主的圣殿的地基已经下好势，嘛下伫咱迦南教会，阿妹吗？当然，一站一站一直起来，甚至主确定咱33号。因为伊知即世代人真暗，需要送，所以互咱33号正做社区，正做协会，协助人入来教会，合作协会。今仔咱是协会主日，有咱要为着几项代志来祈祷，当然是咱为着咱甲主的关系，嘛为着总会教育时间，为着今仔日这天的会议领袖列车上尾一天恳求上帝来带领嘛，为着宣教基金，宣教基金是主所竞选的伊的囝儿所奉献的一笔金的基金，为着要帮助弱小的教会、西潭教会以及咱宣教需要支持的事工。兄弟姊妹，唔是干那因奉竞选，咱每一位若是对宣教有意向、愿意嘛投入这个奉献，恳求主来带领咱。今仔日要正做分别做成，这个时就是成圣的时间。当咱伫遮，也是伫线上，你有重要原因无法度来甲圣殿，总是奉主的名。这个时到12点以前，咱拢献互主。无别的想法，单就是仰望主。咁好，咱请起立，咱为着咱家己准备咱的心，嘛为着咱所讲教会的事工来祈祷。1、2、3，请！哈利路亚！主，阮感谢你，主啊，你就是迦南教会的头，主啊，阮互相是一肢体，主啊，你讲阮要互相肢体中间，主啊，阮要互相来相体系，主啊，阮用基督的心做阮的心，主啊，互阮这个家就是主你做你的头，
主啊，互阮有同心合意的心。主啊，感谢你，愿阮所做会当下你的旨意，特别是今仔日的礼拜中间，主啊，你信心降临伫阮的中间。主啊，互阮愿意顺服伫圣经中间。主啊，互阮知，阮离开了你，阮啥物拢袂当做。主啊，愿阮今仔日真做下主你心意的敬拜献互你。主，阮感谢你，阮将阮家己献上伫你的面前，恳求圣神作为伫阮中间。主啊，阮要用你教示阮的主祷文，阮要安尼祈祷讲：愿伫天里的爸，愿你的名圣，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伫正，伫地里亲像伫天里。阮的日子今仔日互阮，赦免阮的辜负，亲像阮也有赦免辜负阮的人，无伫带阮入地市，就救阮脱离迄个歹的。因为国、权力、荣光，拢是你所有，代代无尽。阿门。恁甲我着学了耶和华最大，三甲尊伊的名最悬。无论吹也是落雨，伊拢是牵伫咱学了的上帝。咱三甲出声来学了主，耶和华是我的主。耶和华是我的主，我袂为忧担。有耶和华的帮助，我毋惊之罪。耶和华是我目遮，无伫高欠亏。有耶和华做我根基，全然拢得胜。耶和华是我生命的顶牌，是我的眼光，都是予我抬头的上帝。对面虽然有天哭，早起就搁有欢喜，你是我的照伴，我的帮助。耶和华是我的主，我袂为忧担。有耶和华的帮助，我毋惊之罪。耶和华是我目遮，无伫高欠亏。有耶和华做我根基，全然拢得胜。是我生命的顶牌，是我的眼光，都是予我抬头的上帝。对面虽然有天哭，早起就搁有欢喜。你是我的照伴，我的帮助。耶和华是我的主，我袂为忧担。有耶和华的帮助，我毋惊之罪。耶和华是我目遮，无伫高欠亏。有耶和华做我根基，全然拢得胜。耶和华是我生命的顶牌，是我的眼光，都是予我抬头的上帝。规暝虽然有天哭，早起就搁有欢喜。你是我的照伴，我的帮助。咱搁一摆来宣告。耶和华是我生命的顶牌，是我的眼光，都是予我抬头的上帝。规暝虽然有天哭，早起就搁有欢喜。你是我的照伴，我的帮助。规暝虽然有
咱阿爸上帝，伊是看顾咱的主，伊是阮的牧者。兄弟姊妹，请坐。有主看阮的手，一生路途伊保守，去掉主的引带甲看顾，永远袂差错。有主看阮的手。无论风雨通吹叫，哪有奇妙的人面点滴，咱永远无忧愁。伊是耶和华，伊是上帝，伊要守伊。到万世，为着听伊的真假字，显明伊听他。伊有丰盛稳定甲慈爱，亲像日头照东也照西，有主看阮的手。无挂碍。有主看阮的手，一生路途伊保守，去掉主的引带甲看顾，永远袂差错。有主看阮的手。耶和华伊是上帝，伊要守伊的约到万世，为着听伊的真假字，显明伊听他。伊有丰盛稳定甲慈爱，亲像日头照东也照西。有主看阮的手，一生无挂碍。伊是耶和华，伊是上帝，伊要守伊的约到万世，为着听伊的真假字。显明伊听他，伊有丰盛稳定甲慈爱，亲像日头照东也照西，有主看阮的手，一生无挂碍。有
主看阮的手，一生无挂碍。我的生命献予你，我的一生拢属你。你赐我活命，赐我开难，我要专心跟对你。我的生命献予你，我的一生拢属你。我放下一切，专心我靠你，我将一生献予你，专心跟对你，专心我靠你。你陪伴我一生，我要真心好使，不管风雨也艰苦。专心跟对你，专心我靠你。你手赐我平安，我要完全奉献，用我一生来予使。我邀请兄弟姊妹将你的手放伫你的心，这是阮甲上帝的利约，是吗？是毋是上帝牵咱的手，咱跟对伊？也要将阮的生命完全来献予伊。我的生命献予你，我的一生拢属你。你赐我活命，赐我开难，我要专心跟对你。我的生命献予你，我的一生拢属你。我放下一切，专心我靠你，我将一生献予你。专心跟对你，专心我靠你。你陪伴我一生，我要真心好使，不管风雨也艰苦。专心跟对你，专心我靠你。你手赐我平安，我要完全奉献，用我一生来予使。专心跟对你，专心我靠你。你陪伴我一生，我要真心好使，不管风雨也艰苦。专心跟对你，专心我靠你。你手赐我平安，我要完全奉献，用我一生来予使。你手赐我平安，我要完全奉献，用我一生来予使。主，阮感谢你，阮的生命开始对你来。阮太知，因为阮的手即马摸着阮的心，还阁是着跳的。主啊，若阮的心无跳，罢讲。但阮就无伫遮，当阮无一口气的时阵，阮就是毋是香味，阮是臭味。主要是因为你，你阮，
来分一口气。这个外气，互阮伫这世间行大时阵，照你的心意来行，阮就袂有香味。基督的香味，要伫阮的呼吸中间。主，阮知，阮是真袂堪不配的人，总是主你看阮做宝贝。你将阮抱伫你的手，你看阮做宝贝的珍珠。你将阮的性命保守看顾，打互阮伫这个所在，阮来专心来敬拜阿罗你的时阵，主，阮搁较知，主啊，阮是什么人？阮竟然会得到你的保护保守，甚至主。你应允你甲阮三角之地，阮要甲你三角行。感谢阿罗主，互阮运用全人、全心、全意。这是阮献上阮家己，恳求圣神伫阮的中间，嘛拄起遐无下主你心意的。主啊，阮愿阮的性命献做香祭，阮的阿罗献做香祭，搭献伫你的手中。荣耀主你的名，阮安尼恳求感谢，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咱做伙来吟圣诗第177首，圣诗第177首，这是重新出发日子，请起立吟全首。这是重新出发的日子，是咱回想恒前的事，相信听堂话带来一定，安然休困苦通过去，靠主耶稣救赎的功劳，信心宽谅。上帝，我心万民，披心大家做倒来为累，三甲分享听通滋味，这是定心出发的日子，主爱上帝，我心万民。咱同心来祈祷，创造宇宙万物，阮的阿爸爸上帝，阮要同心来学罗你，因为你是慈爱、圣洁、甲公义的主。阮要用较无心来敬拜你，因为你是荣耀的主，万物拢要顺服你。你是赐予人平安的主，阮厝、阮入，你拢甲阮伫地。阮来到你施恩的宝座前，朝敬你、敬拜你，求你甲阮相甲伫地，也求你赦免阮时常得罪你，搁伤害人。求你饶赦阮的骄傲甲自大，求耶稣基督的保护也看阮，洗清阮一切的不义。伫10月13日，政府开放国家的大门。入境毋免隔离，当咱欢喜会当出国的时，求主保守这渐渐的病毒袂侵入来
台湾。即时的世界，犹然有战争，有经济的金融危机，咱的国家嘛爱面对中国的威胁。咱要来宣告，耶和华是咱的帮站，咱的国家的百姓爱来倚靠主，求主亲自成做咱保护者，无互不义的代志发生。咱也要为着总会教育事工来代祷，祈求参与的同工有主的看顾、保守甲带领，也为着本主日志工队干部会议、阿甲贝领袖小组的会议顺利，求主来掌权，也要为着宣教基金来代祷，求主引带透过宣教基金所支持的每一项事工，拢会达成宣扬福音的功效。特别要为着西淡教会，求主带领因，互因伫偏乡的地区也会当继续徛在，继续传福音。求主感动每一位兄弟姊妹，为着宣教基金来奉献，伊也参与宣教的事工，同齐完成神国的大使命。阮即时同心来祈祷，求圣神充满，愿主的荣光充满伫教会，愿阮领受满满的恩典，愿所有的荣耀拢归伫你。安尼祈祷拢是我靠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们。请咱做伙来启应，伫圣诗后面启应文第22篇，就是诗篇96篇、95篇。启应文第22篇，诗篇95篇。来啊，咱来唱歌学乐上主。咱着用感谢来到伊的面前，因为上主是伟大的上帝，伊统辖地极深的所在，伊创造海洋、大海属伊。来啊，咱来集中敬拜伊，因为伊是咱的上帝。即时要请你甲神长老来献诗，伊所要吟的诗歌是温柔声音。人生鲜花顶面，有温柔的声在高调里，着放下恁的重担，手棍我要宣扬，着带领行行痛苦。带恁愤怒，甲恁的烦恼，减有听见耶稣的声，温柔叫讲来手阮我。主的声
温柔谦卑，充满伊体贴的话语，认识我所听经字。手棍我要思安息，着带领由阮看路，带领忧愁破碎的心思，咸有听见耶稣的声，温柔叫讲来手棍我。主的声，听通无散，温柔话语，主爱满满。认识我所听经字，手棍我就要得安息。请咱做伙来领受上帝的话，记载伫旧约圣经以斯拉记5章第1到第2节。旧约圣经以斯拉记5章第1到第2节，请看原文。迄时有先知哈该，甲以多的孙先知撒加利亚，奉以色列上帝的名，对犹大甲耶路撒冷的犹太人传达上帝的话。撒拉提的囝所罗巴伯，甲约萨达的囝耶稣啊，就拢起来着手重建耶路撒冷上帝的圣殿，有上帝的先知甲因做伙帮赞因。以上，即是要请本堂老牧师来讲道，题目是起来斗阵行。起来斗阵行，起来斗阵行，咱若是无主的声，咱真学起来斗阵行。因为咱毋知要行去倒位，起来斗阵行，是即个时吗？也是啥物时？咱三甲来祈祷。天阮阿爸，阮感谢你，你知阮的心，阮想要起来斗阵行，甲主你来行。主啊，就是这个时，阮愿意听你的声，你温柔的声来苦劝阮，你温柔的声来引带阮，你温柔的声来安慰阮，你温柔的声成做阮的愿望。开听你的话语，互阮听了，搁照安尼去行。阮安尼恳求感谢，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10月初10，咱国家的国庆，请了一队日本高中的社团。这个社团因为因穿的衫是啥物色，所以这个团叫做啥物名？哎呦喂呀！有一个长老甲我讲，伊拢毋敢讲迄2字啦。台语要哪讲？恶魔！哎呦！实在讲，是安怎讲叫做恶魔呢？就是因咧去比赛时阵，只要咧即队感觉熟的吼，去参加，其他拢倒。第一名互恁就好啊。所以大家感觉讲，因叫做恶魔吼。可见因足有 passion。昨咱运动会口罩顶头是啥物？打卡啥物 ？Passion Star 是咱的青年牧区。因早就旧年讲，这口罩旧年就做好安尼。所以咱有啥物先见之明？咱甲咱的青年牧区来甲因鼓掌者。所以因的区长无伫遮吼，拄则有伫遮。今仔日执行庐山长老、世谦牧师带领青年牧区，真非常活力。也是即个 passion 就是讲，咱
爱有即个安那热情，英文叫做啥 ？passion。啊 ，passion 啊，咱华语叫做啥？培训。我这个英文无讲介好，猜英文讲就变啥 ？passion。嘛对啊，咱敢若有热情，无培训，拢毋是精兵。咱是基督的精兵，咱有安尼的热情 passion， 我们也要有这样被神培训。这群就是有热情，佮互人真严格的培训。下课了，这是社团哦，毋是学校正式的哦，所以拢一2点钟来培训，互因真做一个咱感觉被激励，哇，足济！特别受激励是啥物？咱敢有看到？遮尔济，差不多100人中间，有一个啥物？伊的脚毋是真的脚哦，有宽起来的那个女孩，伊是即个下半去是假脚，就是伊受到毋知啥物重的原因，伊正的脚去拄去了后，装一个义肢假的脚，总是伊有热情，嘛互人安那培训。passion 有热情嘛，培训伊，互人拢看袂出来。会当哪行，甚至哪跳，还佫会使哪闻，还佫会使哪起步，哇，真厉害！斗阵行，有心有热情，被培训都会当斗阵行，总是伫国庆遮尔好的表演了后，咱的网络上吼，哇，强骂的。啥物人去用吗？穿青色的，因为互人安那相比，感觉色甲青色是得一间学校。莫讲，去用嘛，甲无一块好，兄弟姊妹。若是咱的国家的主题叫做守土卫国，你我同行，袂当当心，请问要安怎同行？所以兄弟姊妹，当咱咧想看一项代志咧讲的时阵，特别爱真细腻。咱是毋是同心，也是咱要安怎来调整咱的脚步？有主甲咱同行，咱要安怎一致的？你看人迄话一致，佫有一脚一肢的哦。那万一有安尼同工甲咱斗阵无？就是无完全，就是圣殿已经。第一圣殿已经被毁，当今仔有机会，第二圣殿要伫原来地基起起来的时阵，咱有要同行无？虽然有的人脚无好，有的人心脏无好，有的人手无好，有的人嘴巴不好。嘴巴不好，少年讲这叫做啥？嘴巴坏坏啦。总是咱是毋是愿意，互主来引带咱来同行？今仔经文。这个所在，我要简单来讲，因是停工期间。这个圣殿伫当礼拜有无师有讲到，这个为主甲人伫地，总是咱人有要甲主同行无？伊要甲咱伫地，咱若无爱甲伊同行吼，真正是嘛无效啊。因为咱的斗阵同安那走心啊，咱的心吼无活去啊。本来想讲，大家要斗阵来去圣殿呢。咱会记，咱简单来讲这个历史啊，因为咱透过历史，咱就知影讲，哇，咱的这位主真正是掌权的，真伟大的。本来咱的主竞选伊的囝儿，第一个君王扫罗，总是上帝意爱的王是大卫。大卫是下主心意的了后，伊的囝所罗门真有名，伊求智慧，上帝真的予伊智慧，两个妇人人。摕一个囡仔来，两个拢相抢，讲这个囡仔拢我的，总是所罗门有智慧，讲好啊，公平请起见啊，破一半，安尼有公平无？足公平的啦，总是安尼咁公义，毋是上帝标准嘛？人甲切一半就安那？所以兄弟姊妹，咱定定咧讲公平，这敢会当切的？所以兄弟姊妹，咱要讲的是公义，就是上帝的标准。上帝有主爱，有公义，伊家己来。本来咱是不配，
咱是爱受死的。当咱死了后，身躯是灵魂不灭，咱要甲主的天有一个审判，这是真理。人必有一生，必有一死。要审判的时阵，咱所犯的罪，咱怎一一爱还债啊？总是咱的主耶稣基督，伊的圣经替咱死，一命还一命，安尼嘛才叫做公义嘛。啊，无你还遮尔济，你又讲拢无啊，拢付无去，安尼就是不公义。咱的主是公义的，所以用伊家己的圣经替咱死，互咱伫审判的台前，互咱有稳定，算罪无罪，会当个活算罪哦，毋是咱无罪，是有人替我们还债的。所以，这个所罗门了后，实在是爱受祝福的，总是伊死了后，一个国家好好的国家分做啥物？10个支派伫北部或者北国，2个支派伫下骹或者南国或者犹大国。所以，咱的图咱定讲犹大国。犹大国因得罪上帝较少，所以因搁较济的时间会当悔改。但是北国已经互当初的亚述国灭掉。亚述伊是无共款的做法，伊就是甲你灭掉了后，遮的人拢甲拍散，不管叨一个国家拢共款，掠了无拍散，总是伫南国犹大，因加几年无悔改，去互巴比伦，因为巴比伦起来了嘛，甲亚述拍倒，然后因就来拍南国，南国无悔改，真正向掠去巴比伦。这中间咱有看见。先知早就讲，耶利米书讲，恁犯罪爱认罪了后，真正爱付出代价。这是上帝管教，毋是无爱插你，毋是无爱插咱。上帝管教有一个期限，所以耶利米伊就讲70年，70年，恁乖乖伫巴比伦迄个所在，安那70年，伫遐生养囡仔，嘛足侪人。今仔咱讲所罗巴伯嘛是伫巴比伦生的哦。伫巴比伦，伫迄个所在，上帝有甲因伫地无？有。兄弟姊妹，本来犹太人，咱讲的犹太人，因本来是畜牧，对无？因拢是咧饲羊的嘛，所以足侪比如拢甲羊有关系。我是牧羊人，主讲伊是咱的牧者，因本来是畜牧的。总是咱敢知影，即马商业上哪一个民族上高做生意？犹太人嘛。因偌厉害，咱敢知？因咧去一间店伫遮，边大的连锁商店去咧因边啊，正边倒边去咧边啊。即个犹太人要甲伊的即个店的店名改啥物店名？即2边拢足大间的，敢若伊去用业的中，毋是足有钱的连锁商店，但是伊甲合做一个名，而且甲写足大字的，合做啥物？入口。所以人来买物件拢对倒来入口。兄弟姊妹，因做生意的办法对倒来？巴比伦学。所以因去用掠去遐，是主，互因伫迄个所在，嘛甲因伫地，嘛互因学习安怎做生意。以至于因学着遮的世世代代，对圣经中间嘛学习。当因掠去遐，主讲恁安心70年转来。我要阁互恁去圣殿。兄弟姊妹，我请问，伫今仔经文中间，就是因过会，咱有看到迄过会无？蓝色遐，请问迄是主前几年？哈？536对无？请问，若甲头前遐70年要安怎算？到底是头一批被抓走70年，还是第2批70年，还是第3批被抓走的人？请问？第3批被抓走是主前几年？586。甲因即马过回要重建，请问几年？50年对无？毋是先知讲70年，兄弟姊妹，理由拢伫遮。无想要阁去圣殿的理由拢伫遮，遮其中一个讲乌白讲70年都还未到，这毋是事啦。咱重新去圣殿，毋是事啦；咱买33号，毋是事啦；咱即马去嘛，毋是事啦。讲的拢理由，
因为伊徛伫无共所在咧算。所以兄弟姊妹，今仔日的经文就是咧讲是安那因本来当礼拜人佫足欢喜的，俄罗上帝讲哇，咱要开始起圣殿啊！总是俄罗了后，即个大的声音，当礼拜人有讲，有人哭，有人笑，有人大声，即个声足大声，无法度分别，总是突然间，请问因的对敌有听到无？嘛听到啊！听到迄声音开始设计。开始抹黑，开始用办法来阻止因定心来去圣殿，互因的手啊呐，软，头一项就互恁内面生乱呐。对于我拄仔讲的，算70年安那算，一人一个算盘，算无共的伊就开始乱，互要想要起的人手嘛软，互人辛苦，咱副村长了真正甲遮的即个。起的这个小组，大家拢足用心的，总是每一个人看法无共款，每一个10个人有20个意见，就饱甲醉啊，对无？这个是嘛是，所以就停工，无搁起。请问兄弟姊妹，停偌久？停偌久？咱即马去中国大陆吼，啥物会上济？烂尾楼啊，这就是烂尾楼。圣殿竟然要起的时阵，大声欢喜而乐，敬拜主，总是停工。1年、2年、3年，停几年？咱话路对遐行过，1年有感觉，2年有感觉，3年有感觉，5年都无感觉啊啦。请问停几年？有人要约看卖无？哈？15、6年啦。15、6年，咱的迄个建国院的囝，天天拢已经青少年啦。安尼偌久，总是上帝圣殿犹原无起起来。今仔经文2节尔，总是这2节就是讲上帝温柔的声，透过2个先知哈该甲撒迦利亚，因看见。所以今仔2节的内面的内容，拢记载伫哈该书哦。你若要看意思，还是看无？总是哈该即个先知，你毋知伊对倒来，总是你知伊2章尔，讲甲即今仔日即个经文2节内面说明了足清楚，甚至上重要是甲日期。咱若有小会书记就知，日期足重要。日期啥物事，啥物。讲什么代志，讲甲足清楚。咱要看今仔这经文的紫色，咱来读一个好无？请上主的圣殿登记的时也未到，请咱即句话放伫今仔伫遮即个时就好哦。咱出去礼拜煞，即个话要阁讲哦。这个话就是遮的人民啊，遮登记的家己内部。开始对起圣殿有意见啦，是毋对啦，就未70年啦，你是安怎算的？想要起的人手就软啊，心就真艰苦心。伊阁看着外在，哇！你看即几年来，即个经济拢无好，因的经济是啥？因为因还阁是咧种物件，种的物件拢无啥，拢无大汉，因为旱灾啊。咱旱灾，咱要安怎家己顾都无够啊！这个是哪会是当中间的事？甚至因的心真硬，就亲像因的土地真硬一样。看伫善良的人，因嘛无想要帮助因，无去明白着主的心意是要互相帮忙。心硬，看到环境讲无啦，这个是毋好，这个环境，这个经济遮尔歹，哎哟！咱先顾，主毋是讲叫咱先顾咱家己的责任吗？总是拢袂记哩，是毋是咱得罪了主？主互天地拢无顺，嘛真诶无法度有会当生物件出来，所以因就照靠讲无啊，你看环境应验啊，这毋是时，拢毋是时。
做生意的人，人讲因嘛开始做生意哦。咱来读这句好不好？来，这个经文请。所以上主万军的统帅安尼讲：恁着用心检讨恁的行为，恁在种济收成少，恁食也袂食甲饱，恁啉也袂啉到止大，恁穿也穿到烧，恁趁钱拢放伫破空的钱地啊！破空的钱地啊，就真悲哀啦！我想真侪人旧年、前年，拢咧参与投资股市，伫这一个月就好啊啦。咱趁10遍，总是咱输1遍，了1遍，甲过去趁的拢吐倒转去无当紧。咱的老本可能阁参落，是无？兄弟姊妹，伫即马教会界有即个危险。就是有人集资，讲来啦，咱大家出一点仔钱，交互专家去操作，咱会当收到足好的利息的。咱捌听过讲这无？对旧年年底就开始有哦。兄弟姊妹，请咱千万唔通想投机的事，投机甲投资无共款。投机就是咱想要用真底，想要拢免拍拼，咱就会当有足济钱财。咱就讲感谢主啊！我将我赚的奉献1/10，所以你会愈来愈来祝福我。兄弟姊妹，咱来先看，咱这是投资，投资是上帝无爱，上帝爱咱有付出咱的心力，咱的体力。上主有咱要互咱的祝福，请咱爱行伫正路，无咱的钱仔地啊，咱的口袋就安那破空啊，无采咱的无采工。这个时，定心起做，这圣殿因所拄着就是安尼，因感觉毋是死啦，所以先囥的啦，因为因感觉因家己嘛足善的，因无够业啦。当然嘛是，伫学界书讲，恁无安那，恁无先甲上帝的事掠做重要。搁较重要是所行的无合主心意。什么是主的心意？行公义，所好人民，存谦卑的心，甲主同行。兄弟姊妹，行公义，什么公义？我摕一点仔钱，我摕到真济利息，请问这有公义无？这是毋是变相的高利贷？因为这钱去倒位咧？兄弟姊妹，我身躯边有真侪无共教会的人，伫即波真危险，连我家己的老师，伊伫美国的所在，大家拢是知识分子，嘛是互这变相的吸金害甲惨。迄间教会无顺样。伊是好意帮咱，迄有需要帮咱的人讲这好康诶，无你一点仔钱，你欠一点仔钱，还是讲无你共少一点仔钱，你会当收到足好利息，每个月拢有，总是无想到讲这是安那，这是歹空的啊！连迄间教会无顺样，到尾啊代志，即路股市一直落，经济愈来愈歹时，咱就会发现即个现象会愈来愈济。所以兄弟姊妹，这就是咱的钱地啊破空。刚好，咱个今仔日主，搁一遍来提醒咱，用温柔的声，用这段经文来提醒咱。咱看到环境，咱的艰苦心，咱的真焦虑，总是主要今仔日甲咱讲，搁一遍定心的机会。今仔日是定心的日子，咱透过这段经文，咱嘛家己来反省。咱是毋是足拍拼？总是咱无得到，咱应该有得到的。甚至咱有足侪破空，甚至咱伫生活中咱乱吵吵。刚好主用温柔的声来提醒咱，咱一做定心来开始。今日经文就开始来讲，有2个先知哈该甲撒迦利亚，因领受经上帝的启示，就出发。而且去到遐来
甲因讲好的信息，即个信息就是拄则咱讲的，咱拄着因拄着迄个时阵会学担当的代志，实在是爱对家己开始，家己定心开始起来，无共款，咱来改变，咱爱起来先去上帝的圣殿，咱的心嘛共款哦。伫新约讲，咱的身躯是上帝的殿，咱的心爱整理一下。过去可能15、16年，甚至搁较久，伫咱的家庭中间，伫咱生命中间有真无好势的，伫咱婚姻，伫咱身躯，主要用伊的话来提醒咱。咱敢知即两个先知讲一篇道啊，吼，讲一个信息，对6月初一去讲，去甲因斗3工，啊，当时就开始开工，醒起来啊，安尼几工？6月初1去讲，6月24就开工啊，醒起来啊，就紧去啊，安尼几工？啊，对，遐日子呗。一篇讲道，就互人醒起来，搁去圣殿。这毋是人法度，这是上主法度。遐日子要你敢捌因为一句话、一篇讲道，还是有人甲你考劝，还是有人甲你关心，一句话，互你醒起来，你才起来。遐日子要，昨我咧青年讲，哦，狂叫醒起来真容易啊。问题是醒起来，佮滑手机，滑半工才要起来。醒起来爱起来就去圣殿。23工就开始去，而且无几年就圣殿第2圣殿起好哦。所以刚好，咱听见上帝的声，咱爱起来，一早起来去圣殿。甲咱想要改变的，咱会当来做，来调好势，咱对咱家己的心开始刚好。甲主来调好势，咱敢知即篇讲道、即篇信息，即2个先知，上帝启示命令伊，即篇讲道其实是干那一句话，就甲因叫醒，啊，搁互因起来。咱敢要爱即句话？咱摇看觅即句话是啥？6字尔。咱敢要？即句话是啥物？咱斗阵来读。我与你们同在，上主讲：我与你们同在，我甲恁伫地。哈该书就即句话尔。当上帝甲因讲，恁拄着遮尔恶担当的代志，落地啊破空，种的拢袂大汉，恁阁拄着遮个敌人，恁阁啥物拢无顺，免惊，我甲恁伫地。即句话甲因叫醒，兄弟姊妹，咱搭一句话对咱上有帮助。我甲你伫地，主甲咱伫地。有一句话，主要你讲，主要甲你伫地，主与你同在，你的惧怕就不在，过去的失败不会再发生，不在。过去的失败不在，打对今仔日开始，上帝要定心，互人有新的开展。本来啊，真侪人关心我的先生阿贤吼，讲啊，即摆到底福建到啥物程度啦吼？其实真困难，就是因为心理的关系。其实伊会使坐轮椅来甲咱中间，总是伊有一个心理安怎？哦，当我重现江湖的时阵，唔重现教会的时阵哦，就爱就安那啊飘撇啊吼，我一定要行路行啊足好势，总是一句话，互伊定心当甲属灵长老教会，就一句话，什么话？主甲伊问讲，你若无去教会，你的囝嘛袂去哦。因为我第2个囝，拢即马咧为伊的爸爸做兵嘛，1年死掉头路，啊专心照顾伊的爸爸，所以伊的爸爸若无去教会，我第2个囝都要教会。伊干那一句话讲：你若无去教会，你的囝嘛无去。一句话，伊讲好，
活去。兄弟姊妹，一句话，你的迄句话是啥物？互你叫醒起来，佮愿意来去行，甲主来同行。主与我们同行，就什么都行。但注意哦，与主同行，你若行歪错，主会摕啥物出来？会甲你管教哦。你敢敢互主跟你同行？敢不敢？你敢让主跟你同在吗？你在暗黑中，你在网络上，你在没有人的时候所做、所思、所想的，主拢知哦。你敢互伊伫地无？主甲咱伫地，咱就来敬畏主，咱就甲主斗阵来行。带真侪人伫这黑暗中看见光明。兄弟姊妹，这个世代台湾的社会，甚至世界各国，尤其乌克兰，有足侪上帝的子民，因拢伫黑暗中。咱可能无法度想遐济，咱想咱的社区就好。咱的教会有一个窗口，这个窗口或者啥物会？毋是教会，啥物会？协会。协会是啥物意思？协会就是协助人到教会，阿妹吗？协会就是协助人教会他们停止恶，回到神的面前。停止恶，教会人悔改。协会就是协助人望见，会去望见那个盼望的地方。这就是咱协会所做。伊是一个平台，伊是一个桥，互人会当顺利入到教会。协会就是协助人进入教会。我们做什么呢？我们再看一次。你有看到你在里面吗？你有一起同工吗？这几位都是社区的青少年哦，嘉隆社区的青少年哦。咱协助人进入甲教会，就是协会。请问咱中间是参加德福来甲咱中间的，敢会当请你来举手？德福，感谢主，咱的大哥嘛是啊，可能听较无知啊，感谢主阿顺啊，阮足侪位兄弟姊妹，咱伫青年中间搁较侪，咱算算的协会，透过协会，伫进入咱教会，干那双年、乐龄40位以上，那加上青年就毋拿。兄弟姊妹，咱伫协会中间，咱有协助人进入教会吗？你一个交代，你一个志工，你一个笑面，你一个关心，你一个带导，就协助人进入教会。感谢咱三甲甲主同行，因为伊是甲咱同行的主。重要是咱要安怎来回应？回应咱愿意甲主来同行。可能咱的脚步甲无输共款，你的身体无摆骹，总是你的心可能无讲介完全，总是咱的主要甲咱一齐踏步哦，好无？咱请起立，咱要来唱这首的诗歌，互咱会当向前来行，行伫上帝的道路啊！咱向前来行。你若有方便，你会使就地。咱向前行伫上帝的歌，咱向前行伫上帝的歌。嘛是用你的手。咱向前行伫上帝的歌，咱向前行伫上帝的歌，咱向前行，向前，咱向前行，咱向前行伫上帝的歌，咱向前行，咱向前行，咱向前行伫上帝的歌。咱三甲来祈祷，主，阮感谢你。你是这世代黑暗中的光，我们向前行。
主是，阮已经倒了坐了真久，可能毋拿15、6年，甚至搁较久，阮一生拢无起来，对主你来行，阮拢行阮家己的路。主，阮要恳求你帮助阮，透过今仔日你温柔的声，透过学界你叫醒。主啊，23天人就起来。主，阮嘛要，你知阮的心。阮为着过去真济，阮心内真懊恼的事，一直无办法解决，一直囥伫遐，敢若迄烂尾楼。总是主，阮今日听见你的声，你温柔的声，你甲阮讲。你袂甲阮伫地，主，你甲阮伫地，阮或者有当时会感觉惊吓，因为主你拢知阮心内所拍算的，总是主你用你的光来照阮，互阮知，阮除了阮家己的罪，阮要你，阮离开你远远，阮要越当心行你。主啊，阮的囝儿逝世，主啊，阮真烦恼。主啊，阮伫真济家庭中间，甚至阮伫财务、阮的工作，主啊，阮伫真济方面，主啊，阮敢若去做一半，甚至阮家己的身躯嘛共款，感觉虚累累。总是主，你今仔日搁一遍激励阮，是重新开始的日子，互阮会当起来。一做，甲主你来行，同行，行天路，互每一天充满了主你的恩典、你的快乐。阮来恳求感谢，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请坐。这是咱来奉献，奉献是基督徒感恩的表现，是出自甘心乐意。如果恁还无明白奉献的意义，请用祈祷来表达恁的感恩。全能的爸上帝，因为有你的保守，互阮有平安，会当来到主的圣殿敬拜，领受主的恩典。阮满心感谢你，主啊！先知动手去做主的圣殿，你也赏赐阮的教会有新的会堂，
要来诚做宣扬主福音的所在，要引带搁较侪人来认捌主，愿献上深深的感谢。也求主坚固阮的心思意念，互阮所行所做，拢无偏离主的教示，互阮每一个人拢同心合意，为主做工，荣光主的名。主啊，感谢你赏赐阮教育用的时间、金钱、甲才能，互阮无欠缺。阮打将主的赏赐献上伫主的面前，求主感纳，祈祷靠主圣尊名求，阿阿门。门。请坐，即是要请罗牧师来报告。咱先来欢迎今仔日伫咱中间头一遍伫咱中间的朋友，敢有？咱要来欢迎好若是即摆抑无咱就来看下骹的消息来报告，敢有？敢有？敢有？无吼？好，来，咱来看咱的消息。今仔日是协会，拄则咱有讲，咱教会的对社区的窗仔口。就是协助人入进伫教会，咱来关心即个协会嘛，毋那干那关心大道，咱需要足侪志工，欢迎大家来报名咱的志工。咱嘛为着中总会教会即个教育事工奉献关心甲大道。教会57周年，咱有。一系列的活动吼，昨就是运动会咱过来就是后礼拜咱等下来报告。另外就是伫咱伫真侪人为着教会来奉献咱拄好有即个纪念品会当来互大家吼咱请咱会当看即个报告甚至咱就是讲我毋是要奉献钱，我是要奉献工，拢无问题吼。请咱不管是只要咱有份伫咱拢会当摕这贴纸会放伫下骹，咱下骹有一个鱼，互咱教会吼，敢若咱得人如得鱼共款吼这是会当写你的名吼欢迎兄弟姊妹，你若愿意参与伫即个。咱教会会事工的吼，做工出工出钱拢无问题哦吼，你会通写你的名，会搭伫莫搭伫你就好吼咱来一齐来去做咱的圣工伫10月初2，咱有临时的好会选出5位会长老甲节书名单伫即5位哦咱除了知即5位，甲因恭喜了，咱最主要是爱为因祈祷，甲因来同工。即书有7位咱若有啥物意义的咱会当提出来。伫10月23前小会提出伫12月初4要来就任11月初6嘛是咱今年上要办的圣礼典要洗礼的兄弟姊妹请伫10月23以前由牧师甲行政干事来报名。咱教会已经有新堂嘛伫已经拢起好势，咱有一个感恩献堂的礼拜，所以伫10月30记好哦，10月30即天敢若一场的礼拜所以咱爱注意时间咯，8点开始，咱就要领咱的 T 恤你若有登记的啦就伫8点你来，甲你的小组长来领安尼伫9点伫咱楼骹1楼的所在，咱有一个表演嘛，一个剪彩仪式。9月30，咱要进入咧坐伫新的33号，总是咱的位置嘛是真有限，嘛为着处事所以请咱9月30就伫迄个所在陆续进座，一定爱在坐个位。你若有空位可能咱就是爱互这已经到的人坐。若坐满了。无问题，咱这22号遮，咱49号这2楼，咱有第2个现场。10点，咱要礼拜来开始，欢迎你联络敲电话即久无伫咱中间的欢迎回家一起来庆祝。后礼拜嘛是咱一系列的活动哦，咱透过会透过足侪社区的朋友来咱中间学会，因为足侪足好真温暖的见证，要伫咱中间分享哦。请咱后礼拜拜六。10点半咱准时伫楼骹要来举行第2期今年2022年的生日奖学金已经伫公布伫楼骹即马嘛要来颁发咯。咱要这个掌声来欢迎这受奖的咱这小朋友、青少年，好无？咱这学生来。
我们欢迎你们的努力，上帝的祝福。咱除了敢鼓励，其实咱嘛鼓励咱家己，因为这个奖助学金对倒来，每一个人生日啦。咱生日就感谢主咱一个会就是20块，咱会再按照安尼来奉献因真拍拼，毋是干那成绩拍拼了，因嘛是爱伫教会有出席因才会使伫遮领一个奖学金代表国小的哪一位代表呢？子亮来，子亮来！哇，你看这个最后一个来就是代表的来，恭喜你！看这边，上帝的儿子就是会亮起来，自亮就是这个意思好，神祝福你，好，请入座，来，请列队。一飞，哇，我们这个名字都很好呢，一飞冲天的哇，这个将来的真的是上帝儿子来，上帝祝福你。被挡住，来，好，谢谢，因为我们核销需要有照片好，伟谦，我们也恭喜伟谦那个伟谦现在大学咯，对，爱彤他妹妹带领，好，谢谢，恭喜，好，我们还有大学的永恩，哇，感谢神，重仔呢一起世谦牧师凯恩长老，坐不下去，我们都上来，可以吗？OK， 可以，好，你这个帽子可以吗？好。再次来鼓励他们，好，谢谢。就欢喜看到这个学生咱就望互咱的囡仔会当学业在生活上都会当见证上帝的恩典好。来，咱来看上尾咱的这个读今仔日的经文好，请咱来读两遍请撒拉铁的囝所罗巴伯，甲约撒达的囝约书亚，就拢起来着手重建耶路撒冷上帝的圣殿，有上帝的先知甲因做伙帮赞因。搁一遍，以斯拉记5章2节，搁一遍来請撒拉鐵的囝所羅巴伯，甲約撒達的囝約書亞，甲敬敬耶穌。我煞毋知要对啥呢，也伫只面咱个为着应验牧师会当对着大家好无？咱个来同行一下好无？咱今日经文就是起来一起走一起读神的话预备来，请撒拉鐵的囝所羅巴伯，甲約撒達的囝耶穌就拢起来着手重建耶路撒冷上帝的圣殿，有上帝的先知甲因做伙帮赞因。以斯拉記5章2節。咱做伙来吟聖詩397首，願主賜福保護恁。吟詩線請羅牧師教導，請起立。
三甲来领受上帝的祝福。愿主耶稣基督拯救阮灵教伫恁，以及恁厝里的人，恁所关心每一个福音的朋友。因为主讲，伊无愿意一辆沉沦，要爱人人拢会当得救。透过耶稣基督的听，带来完全的医治，嘛，互人甲上帝和好，互人甲家己、甲厝里、甲边仔的人和好，互咱的性命得到上好的支持甲引带。因为这世代消息真济，总是主你的消息，你的真理才是真的消息，是对阮的生活、阮的性命是有帮助的。愿信心伫阮的中间，就互阮一齐会当起来去做主你的圣殿，来完成大使命，嘛，互阮的性命对遮转去到阮的厝、阮的家庭、阮的工作、阮学校。社区每一个角落，互阮诚做光，诚做盐，互阮带着主你的平安甲喜乐，对即时直到永世代无尽。阿门。请坐。今仔日咱的礼拜就到这，咱互相请安，带着上帝的祝福，转去到咱的所在。啊。